华视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有一个做农的60岁乡亲，放尿会痛，找医生照电工不得了，身躯内底结石啊，竟然有232粒，安尼看有恐怖啊无？赶紧开刀甲石头啊摕出来。医生讲，热天时啊，结石的患者是寒天的2倍，可能是甲真热、流汗、啉水啉伤少有关系，所以乡亲啊，这热天茶水一定爱啉好够。这个数字也有病因名称，这4字拢是来自王先生体内232粒的细粒石头。晚上3、4点要起来排尿，有那个下部就有一点痛。伊感觉人无爽快，到病院看泌尿科，这电工一照发现讲腰子下面的输尿管，有一粒2公分的结石塌掉咧，佮继续堆渣，这倒病腰子严重水肿，也佮发现200多粒的结石。塞在输尿管就会痛到让你受不了，那会积存这么多颗甚至它没有症状，都是因为慢性的阻塞。医师赶紧动手术，若无佮拖落去，除了造成腰子功能的损害，甚至严重的演变做败血症。医师嘛认为王姓将结石数量可能甲水啉伤少有关系。这个工作到一段落的时候才去喝一下。那是免不了的啦，因为那个在田里工作嘛，水是在车上啊。根据统计，热天结石求诊比冬天是加出1倍，可能甲天气热、汗流多、水果啉无够拢有关系。医师提醒，若无想要结石咧，平常时水就爱加啉寡，维持适当的钙质摄取。另外，也有食物，千万唔能食伤咸。